5000蚊成本嘅翡翠手鐲喺外邊賺你700萬，你肯定覺得貴啦。但係5000蚊嘅翡翠手鐲，我淨係賺你500蚊，你係咪覺得好合理啊？就好似呢首紫羅蘭手鐲披，滿圈都係溫柔嘅紫調，見光都唔失色，通體晶瑩水潤，就算係毛坯喺自然光底下都泛住膠感。我係做翡翠手鐲批發㗎，從原石到所有加工流程，我都一一跟進。品質方面，我可以保證。我而家就攞一條去加工，等你哋睇下實際效果先。加工完之後，底子水潤細膩，顏色又夠夢幻，好似煙霧咁淡淡嘅紫色色紋，一兩抹暈開嘅丁香紫，就好似春天入面帶住露水嘅紫花，朦朧又溫柔。我嘅貨出晒名，品質好，性價比高，夠晒實際。如果唔靠譜嘅話，我都做唔到30幾年啦。中意嘅姊妹留個圈口俾漣漪就得啦。